别跑！抓我呀！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咕。娘，我出去玩了。小凡，早点回来吃饭啊！我知道了。抓不着，站住！看我还抓不到你，抓到你了，还想跑？靖宇，靖宇，靖宇，靖宇。师傅，是你，徒儿。进来这一段时间，你可好？在青云门有没有学习他们的法术？没有，我什么法术都学不会。好吧，哎，我给你的那个宝物，是否有妥善使用？你不是让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把它扔了吗？不能扔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宝物以血为祭，你杀的人越多，他的力量就会越大。他嗜血成性，只要你不停地杀人，他越来越强大，你的法力才能强大。等待有一天你法力强大了，我踏平青云就指日可待了。张小凡，杀了他，杀了所有人。张小凡，那是你的心魔，不要被他控制。杀了所有人。张小凡，醒醒！张小凡，师姐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你的心魔，我们被困在你的回忆里了，必须想办法消灭它。这就是草苗村被屠杀的那一天，是我
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安全的把你送离这里。出去以后，我求你一件事情：杀了我。 张小凡，想点高兴的事情。心魔因怨愤而形成，不要被它影响。你就没有一点快乐和希望的回忆吗？我长这么大，何曾有半点希望？哼！张小凡，张师弟，但凡在这世上，就算只有一个人与你并肩作战，你也不可以放弃自己。醒醒，张小凡！醒醒，张小凡！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！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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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小凡，小凡，没事吧？小凡，小凡，小凡。